以下有三種男士，你就算俾10萬蚊我都唔想幫你配對。第一種同我講，我要40歲但睇落好似30歲咁靚嘅女人。大佬啊，個個人年紀大咗都有歲月痕跡㗎啦。你究竟係想揾明星定係揾另一半㗎？咁點解你唔正經揾個30歲單身靚女呢？第二種呢，就係覺得有錢大晒，跟住對我同女仔態度輕浮嘅男人。我係唔會用我嘅聲譽去幫你戲弄女仔㗎。同埋我想講，你有錢係你嘅事，人與人相處基本尊重係必須的。第三種就係又想揾另一半又極度冇自信嘅男士，你連自己都覺得自己係 loser， 我就算俾1000個女仔你見，都係浪費你錢同時間。唉，我都想幫你㗎，但首先你要 ready 先咯。By the way，我係紅娘 Charlene，我嘅配對服務唔單止係做生意，而係做口碑。你準備好認真嘅，先好私信我啦。拜拜。